大家好，又嚟到新呢個頻道啦。今集69集，咁要分享貴金屬手錶俾大家嘅，希望各位師兄師姐有興趣，記得繼續訂閱支持，俾個讚好小弟。咁今集呢，呢6隻手錶呢都係貴金屬，希望各位師兄有興趣，多謝各位先。咁第一隻要介紹呢個 Omega 超霸系列闊箭嘅款式啦。咁個闊箭就係代表嗰支針呢，用咗一個闊嘅箭嘴嘅，咁用咗一個黑色嘅錶面，配上呢個黃金字條啦，黃金色嘅字條，咁闊箭嘴，咁個日曆咧就擺喺呢個6點位嘅，俾大家睇下先。42mm 嘅呢隻手錶，嗱咁個外圈咧都係 18K 啦，因為呢隻手錶成隻手錶都係 18K 嚟嘅，啲數字冇甩色嘅，大家可以清晰地睇到啲數字冇甩色嘅，因為一甩咗色咧，即係隻錶打磨過咧，咁就冇彎轉噶啦，所以一定要最緊要呢啲數字清晰。咁42mm 個錶殼都好靚仔嘅，咁配咗一條全新嘅代用嘅鱷魚帶啦，全新嘅啱啱做翻嚟嘅呢條帶鱷魚帶，一個密底嘅設計，一個大接扣啦。呢個大嘅接扣，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先。42mm， 咁藍寶石水晶玻璃嚟嘅呢一隻，上手嘅效果。42mm， 咁個擺位就好平衡啦，369嘅，入邊啲小盤圈嘅擺位。咁呢隻手錶就全套齊全嘅，全套齊全。嗱，咁有齊3張卡齊晒㗎啦。仲有個牌仔原裝帶，因為呢條原裝帶大約有80新啦，不過都保留翻嘅啦。有牌仔又有卡，即係全套齊全㗎啦。手錶有90新以上，俾大家睇埋個規格先。型號3651.50.31，咁呢隻手錶就78,800。78,800全套齊全，有盒嘅。有興趣 WhatsApp 小弟第一隻嘅手錶。咁第二隻要介紹格拉蘇蒂啦，萬年曆嘅手錶，呢隻就 18K 黃金嘅手錶嚟嘅。呢隻手錶就 40mm， 俾大家睇下先。咁用咗一個米色嘅錶面啦，咁有月相，有日曆，有月份，有星期嘅萬年曆嘅手錶嚟嘅呢隻手錶，咁好簡單啫，操作咧就係篤呢啲窿咧就可以使用到噶啦，所以好簡單。咁個底咧就透底啦，一個金邊陀啦，嗱大家可以見到啦，一個金邊陀。咁呢一隻手錶就原裝帶，一個原裝 18K 嘅接扣。條帶都有90新㗎啦，咁戴上手俾大家睇下上手嘅效果。手錶都有90新㗎啦，嗱近鏡俾大家睇下先。咁呢隻就單錶一隻嘅，咁呢隻手錶成隻重咧就128克，128克嘅呢隻手錶，成隻嘅總重。價錢73,800， 73,800萬年曆嘅手錶，咁有興趣嚟 WhatsApp 呢個電話啦，62064288。第二隻嘅手錶，第三隻要介紹呢個卡地亞 18K 白金嘅手錶啦。咁呢個型號係 W155071嘅，咁呢隻手錶咧就 CPCP 嚟嘅。巴黎工作室，所以值得收藏嘅呢隻手錶。咁一個車花嘅錶面啦，配上羅馬數目字，同埋一個大日曆啦，擺喺12點位嘅大日曆。咁6點咧就一個小秒針。18K 白金嘅手錶，42mm 嘅呢隻手錶，跟住一個雕花嘅底啦，手動上鏈嘅呢隻手錶，大家可以睇到
做工啦，個機芯。呢個機芯咧使用9602MC 嘅機芯嘅，一條原裝帶，一個18K 嘅大嘅接扣，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先。42mm CP，俾大家睇埋個規格先。嗱，型號就係 W155071，咁有興趣就 WhatsApp 小弟，68000蚊，68000，巴黎工作室啊，68000，值得收藏呢隻手錶，大家可以做下功課。咁跟住介紹呢隻 18K 玫瑰金寶珀嘅手錶啦，俾大家睇下先。咁呢隻手錶咧就 38mm 嘅，用咗一個米白色嘅錶面，跟住配咗一個玫瑰金嘅字條。俾大家睇下先。38mm 呢隻手錶，手錶狀態都好企理嘅，有9成新㗎啦。呢隻手錶都藍寶石水晶玻璃嚟嘅，一個襪底啦。一個襪底，跟住配咗一個 18K 都係玫瑰金嘅彈弓扣，好方便嘅，一撳落嚟就 OK 噶啦。咁樣掹翻開就戴到噶啦。咁呢個型號係6223，咁好多咧都係一個淨係得一個針扣啫。咁呢個咧就係彈弓扣嘅版嚟嘅，所以變咗仲着數。呢隻手錶一條代用帶啦。一條代用帶，原裝扣。咁呢隻手錶總重咧76克，38mm 嘅，戴上手俾大家睇下。俾大家睇埋個規格先。型號6223啦，43000蚊，43000。咁成隻手錶重76克。咁跟住要介紹呢個 Fairmuna 啦，型號5850 18K 嘅白金手錶，酒桶型嘅設計嘅呢隻手錶。咁個直徑咧就32，高45，最好嘅 size 嚟㗎啦。咁呢個5850，一個襪底嘅設計啦，黑面大數目字。咁藍寶石水晶玻璃啦，一條代用帶，一個 18K 嘅大嘅接扣，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先。上手效果，咁呢隻手錶都係戴4000零蚊錶左右啫，因為呢隻手錶總重97克，97克，咁全套齊全嘅，而家都係賣緊43800。嗱，大家可以做下功課，成隻手錶重97克。咁而家啲金價上升嘅關係，所以43000幾有數得計嘅，都係大過4000零蚊錶左右，全套齊全嘅。咁有興趣 WhatsApp 小弟啊，62064288。咁跟住要介紹一隻 VC 啦，18K 全隻白金嘅。一個原裝石啊，成隻手錶原裝嘅，出廠已經係原裝鑽石外圈，鍵面入邊都有寫嘅，全原裝嘅。咁呢隻手錶，咁呢隻手錶個型號係82572，俾大家睇下先啦。手錶9成新以上狀態，手錶高質素。全套齊全嘅，咁呢隻手錶38mm 嘅直徑啦，手上鏈嘅機芯，咁配咗一條代用全新嘅鱷魚帶，手工做嘅，一個原裝扣，原裝 18K 嘅扣啦。咁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啦，上手效果。值得收藏啊！呢隻手錶
咁呢隻手錶就2015年嘅，全部齊晒㗎啦，全部嘢齊晒，有埋購買單嘅，成盒齊晒㗎，仲有個盒嘅。價錢85000，咁有興趣 WhatsApp 小弟620642288，呢個型號係82572。今集呢6隻嘅貴金屬，希望各位師兄師姐有興趣，歡迎實體店交收，咁大家夾時間就可以㗎啦。半島中心有小店嘅，尖沙咀尖東半島中心，咁希望各位繼續支持，多謝各位。